各位 YouTube 會員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嘅7月30日啊，咁又到我哋反駁隊出動啦，就係因為咧曼城訪港夏蘭特咧就唔會跟團，咁局長亦都喺電台度解釋呢件事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將呢件事咧就聯想到上次美斯 no show 嘅事件嘅。咁亦都有網友好抵死咧，就話喂，羅局長，如果 Mirror 出嚟冇伊人，你得唔得先咁樣？咁但係我覺得美斯同埋夏蘭特嗰兩單嘢咧，喺原則上本質上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想大家即係分開嚟睇。首先咧，曼城咧就係傳統嘅英超勁旅亦都係香港人熟悉嘅球隊啦。雖然即係夏蘭特係裡面好出名嘅球星，咁但係即使冇咗夏蘭特咧，曼城呢個 brand 咧本身都係大家好熟悉同埋值錢嘅。反觀美斯上次嘅一隊美國球隊如果唔係隊球隊有美斯有碧咸嘅話咧，香港人真係唔係幾熟悉。喂，有幾可我哋睇美國波甚至睇完今年嘅世界盃由美國主辦之後，我都覺得美國佬你都係搞翻你啲美式足球把啦咁樣。咁所以美斯咧本身嘅可觀性、欣賞性、重要性咧，係遠遠超越佢本身嗰隊我唔記得咗球隊名嘅美國球隊嘅。咁所以不能夠直接同曼城嚟比較啦。咁另外夏蘭特唔出現咧，亦都係即係有啲根據係因為咧足協國際足協咧就要求踢完世界盃嘅球員咧係即係要有足夠嘅休息咁所以夏蘭特係因為咁樣先至唔嚟。咁但係上次美斯唔係佢嚟到球場邊坐喺度都唔落場即係我認為咧，如果佢就算補時階段走出嚟跑下咧，大家都冇咁嬲但係佢3分鐘都唔俾你，1分鐘都唔俾你。唔知大家有冇睇事後啲片段啦？唔知握手致送紀念品嗰啲時間，美斯直頭運路兜路走咗去避開唔見嗰啲人都仲未完本來喺香港唔落場，又話傷患又盛，過2日去到日本踢到飛起，擺明係落你面嘅。咁究竟上次美斯點解會咁呢？對於我哋呢啲小市民嚟講咧，就真係世紀懸案啦如果政府內部咁唔好彩知道嘅真相咧，咁希望咧就下次避免唔好發生啲咁嘅事啦。咁基於以上2點第一，曼城真係傳統英超勁旅，香港人所熟悉；第二，夏蘭特唔係鬥氣係跟足指引，係唔嚟香港。咁我覺得即係隻鑊咧，同上次美斯嗰隻咧就爭好遠嘅。咁另外講到香港嘅足球盛事睇完世界盃之後咧，真係非常之欣賞一隊球隊叫佛德國啦，係咪？喂，逼和晒世界前幾名嘅勁旅，有神級嘅門將，亦都攞埋今屆世界盃嘅最佳入球。咁其實羅局長如果想再搞足球盛事，係咪應該可以請佛德國嚟呢？聽說佛德國本來係想同中國隊踢友誼賽，不過中國隊話唔得閒。咁我哋香港身為中國嘅一部分，係咪都好應該代替中國隊出賽呢？即係我覺得嚟緊嘅賀歲盃應該要諗下，請呢個佛德國嚟香港同香港隊打呢個友誼賽。跟住我都覺得第一，budget 唔會太高，肯定唔會有曼城同埋美斯嗰隊咁貴。第二亦都應該會爆場嘅。我自己本人肯定買4張飛，一家大細去捧場啦咁希望羅局長咧，或者體育界足球界別嘅人士咧，可以積極考慮。但係亦都注意啦，如果真係請到佛德國嘅時候咧，就唔好到時話個門將唔出席咯如果個門將唔出席，我真係身為反駁隊，我都幫你唔到啦。